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主要新聞有：拉斯維加斯市中心發生一宗涉及警員嘅槍擊案；內華達州就業增長率排喺全美第一位；以及北拉斯維加斯發生一宗工商業區大火。喺呢個瞬息萬變嘅世界，掌握第一手在地資訊係守護生活品質嘅關鍵。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開啟通知小鈴鐺，等你喺每個清晨都能夠第一時間接收到拉斯維加斯最重要嘅社區動態。內華達州嘅經濟發展迎嚟顯著成就。根據最新分析，數據顯示本州嘅年度就業增長率目前位居全美首位，增幅超過3.4%。州長倫巴多指出，旅遊業、酒店業以及新興科技產業嘅蓬勃發展，配合州政府積極嘅稅收政策同埋吸引外資策略，係帶動經濟增長嘅主要驅動力。與此同時，博彩產業版圖正經歷重大更替，凱撒娛樂將會接管位於西門酒店內著名嘅 Superbook 體育博彩營運。呢一座曾經係拉斯維加斯規模最大嘅博彩設施，未來將會更名為 Caesars Sportsbook， 服務範圍涵蓋移動應用程式同埋實體櫃台。喺社區民生方面，內華達州被沃利克評選為全美博彩成癮問題最嚴重嘅州份，衡量指標包括人均賭場密度以及病態博彩者嘅比例。針對公共安全威脅，一名拉斯維加斯青少年喺痛失好友之後，發起咗一場針對芬太尼嘅意識提升運動，並獲得南內華達州健康局嘅支持，喺各間高中分發納洛酮，並且舉辦預防藥物過量嘅講座。拉斯維加斯市中心區域目前正處於高度警戒狀態，喺撒哈拉大道同埋斯隆巷交界處附近發生咗一宗涉及警員嘅槍擊事件。呢一宗案件最初源於一宗持有武器嘅劫車案，嫌疑人隨後躲入一處房屋之內同警方對峙，最終引發槍擊。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已經封鎖現場進行調查，並呼籲居民避開該區域。另外，北拉斯維加斯嘅一處工業區或者係大型倉儲設施發生咗嚴重火災，濃煙喺幾英里之外都清晰可見。北拉斯維加斯消防局已經派出多支中隊進行撲救。受大火影響，周邊交通受到嚴格限制，起火原因仲調查緊。交通安全方面，帕拉代斯路同埋弗拉明戈路嘅路口發生咗一宗兩車相撞嘅嚴重交通事故，造成一人重傷送醫。該個繁忙路口一度封鎖超過2個鐘。喺法律同埋校園安全領域，內利斯空軍基地周邊發生咗一宗波蘭籍男子 Marek Jacek 擅闖禁區拍攝51區影像嘅案件，法官最終裁定對佢處以罰款並勒令出境。而前克拉克縣學區助理校長 Pernell Graham 因為涉及侵害未成年人，被判處至少8年監禁。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方面，警方利用 DNA 技術成功鎖定並逮捕咗涉嫌喺校園附近性侵學生嘅嫌疑人 Jordan Grady。同時，該校嘅退伍軍人中心因為學生人數激增，正面臨行政同埋心理輔導人員嚴重短缺嘅困境。其他司法案件仲包括36歲女子 Senior Paulson 因為長期冒充律師並偽造多名法官簽名處理離婚同埋領養案件，目前正面臨多項重罪指控嘅判刑。喺拉斯維加斯大道北端嘅 Atomic Golf 娛樂中心，警方證實早前發生嘅一宗槍擊案，嫌疑人係現場聘用嘅保安人員，雙方因為爭執引發衝突。
而喺拉斯維加斯東部，警方正喺度追緝一名涉及大麻交易、搶劫並射殺一名男子嘅嫌疑人。至於喺查爾斯頓山，搜救隊成功利用直升機救出一名喺小瀑布附近受困懸崖邊緣嘅徒步者。休閒活動方面，本週末喺布爾海德市將會舉行 Mayhem 摩托車拉力賽，預計將會有數千名騎士從拉斯維加斯往返該地。警方提醒計劃前往科羅拉多河畔參加活動嘅駕駛者，需要注意往返內華達州同埋亞利桑那州邊境嗰陣可能出現嘅交通延誤。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感謝你收睇。如果唔想錯過任何同你生活息息相關嘅消息，記得訂閱我哋。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動力，請唔好忘記按讚、訂閱並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感謝你嘅收睇，多謝大家支持。